后来乡亲4月初4儿童节就要到咯。中家病院儿少保护中心列出着家长10大欠点的行为，前5大伫咧遮，互囡仔拍咧困，无用安全带、安全座椅，这个药黑白放，无带囡仔，无带囡仔去住这个预防舍，也则是甲囡仔家己一个人留伫辅导间洗身躯。另外讲囡仔小宝宝上会发生意外、致死亡的场所，竟然是伫咧原本大家拢认为上界安全的厝内底。 我就让他趴睡，因为我就睡着了，我也不知道。囡仔拍咧困起啊，想袂到，怎无醒起来？因为是上安全的厝内，什么时阵变成是上危险的所在？儿少发生猝死或是因为事故伤害而死亡，最常发生的场所就是在家里面，大概有85%。像这些知道该做的事情，可能会在睡眠不足的时候啊，可能会忘掉，或者是会疏忽掉。 中家病院儿少保护中心指出10大家长照顾疏忽，第一名就是让婴拍咧困，其他也有这安全带、安全座椅无正确的使用，药品无放伫囡仔摕袂到的所在，也阁有误吞7套物啊，个窗啊无安全锁，厨房意外烫伤等等。但是这危机其实拢会当事先预防的。把视线多在儿童身上，而少在手机上面。 中间保护中心嘛有做了动画，教家长安怎预防这意外发生，呼吁家长唔通互婴儿拍咧困，嘛袂使互细囡仔家己留伫咧厝内，迄阵时间啊，顾使用手机啊，拢无注意囡仔咧创啥物，安尼才会当互发生意外风险降到上低。